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7月18号，上主对我说话。今天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，开始一个新的书卷。这个新的书卷让人感觉很沉重从哪里知道呢？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。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统治犹大国期间，上主又向耶利米说话。那时以后，上主常常向他说话。一开始的经文就说到那时候的时代的背景，就是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，西西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，就是11年5月间，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。哇，被掳的时候，那么往前推，就是这个国家实在已经岌岌可危，而这位公义爱的主自己来选召一个他话语的出口，他常常来向耶利米来说话，并且透过耶利米这个先知持续不断向他的子民来说话，甚至于来喊话，说主的爱爱你们，上主爱你们，上主让这一切的事情发生，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实在是要呼吁百姓赶紧来悔改。虽然我们知道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曾大力推动宗教改革，但是仍然挽不回南国犹大的衰败，种种的灾难还是临到了。心急如焚的耶利米知道了灾难的原因，是因为人民离弃了上主。当他看见上主的子民一意孤行，不愿意悔改，他就忧伤地流下眼泪。所以耶利米他也被人家这样说，是爱哭的先知因为他心里真的很愁苦，因为这位上主不断地对他说话，而他也忠实来表达上主要他所说的，就是让他在异象中可以看到一些曙光，来表明上主仍然爱犹大子民，他的爱仍然存在。从哪里知道？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有2个异象，神要安慰耶利米，就是杏树在冬天像是枯死的树，但春天味道就已经开花，要代表的耶稣这位上帝他的爱在寒冷当中，纵使还没有回春，他仍然要成就。犹大虽然好像是一列冲向灭亡的火车，但是神的话要成就。哇，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带着神的话站在这个烈火这个列车上面，要他赶快停，这个冲向黑暗罪恶的火车赶快停因为上帝的话要成就，我们要悔改，要停止。第2个异象是指向巴比伦的攻击，当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，巴比伦正崛起，如同烧开的这个锅般，这个锅子般，这个威胁着犹大。神向耶利米来启示，虽然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但一切在上帝的掌权中，所以不要惧怕。最后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子恩膏耶利米，神的恩膏在他身上，使他能够坚固，使他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跟全地及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
纵使这些人反对，但他仍然能够不惧怕，他仍然能够忠实来宣告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就是使他的儿女们要回转，要拯救。因着神的爱的启示，目的是为了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但是要建立跟栽培。神要耶利米成为一个重建的人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要重建呢？应验牧师是，我们的台湾也是，我们需要主，恳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真的是每天来聆听神的话，而不是说主啊，你不要说，我听了会怕。你不要问，不要问，不是，乃是主啊，你乐意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在主的爱中，因为爱里没有惧怕。主给我们应许，即便耶利米那时候那么困难的环境，最坏的时代，唯有主能够转变成为最好的时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透过耶利米，你向他说话，主你也向我们说话。谢谢你永不放弃我们，透过耶稣基督赎回我们的生命。谢谢你一路爱我们爱到底，让我们在任何环境能够安静等候主你的话语，而且活出你话语的盼望跟喜乐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领受神的话，我们就活出神的话里面的力量跟盼望。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不惧怕，使我们满有能力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你订阅，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